係啦。跟住 after 3 day 就1個禮拜2次。頭先掹嗰個感覺，佢係話 keep 到24可以3日住有定3日。佢掹住個感覺就 keep 到3日嘅，佢話。係啦，但係因為你開頭流失得好勁啊，你要去幫你去叫翻醒啲骨膠原，就連續使用其實100零蚊啫嘛，你粗用啦，100零蚊係5片啊，係啦，5片啊，你出邊做一次，係啊，出邊做一次係過千蚊啊，出邊做一次埋線係過千蚊，你睇。係啦，好，開翻個獎仔先，開翻個獎先，好 ，OK， 好肚餓啊，係啦，阿老闆都睇住你好肚餓，想走命，真係，好，開翻個獎俾你先，等一陣啊，咁樣行出去好正係咪啊？好正，恭喜晒呢整完用啊，記得要有訂單同時先去得到個購物金俾你啊，記得啊，唔好浪費咗，整完用啊，好啦，多謝晒，敷幾耐？敷2個鐘。佢話最好2個鐘，最好2個鐘，因為2個鐘可以全部骨膠原吸收晒喺你個皮膚啊，全部啊。啱啱仲有個問題啊，你可唔可以答埋個問題先？可以。嗱，敷完使唔使洗面？唔使洗面，千祈唔好。敷完就用嗰支骨膠原水噴一噴塊面，見唔見到橙色台面嗰支骨膠原水？咁不如你過一過啲 product 好冇？你老細啱啱有粉絲問你啊，不如你過一下個 product 先。我答咗問題先，等一陣。跟住之後咧，有粉絲問係咪敷1個鐘？唔係，你最少要敷30分鐘，最多可以敷2個鐘，但係我唔建議大家敷1個鐘啊。如果有時間最好敷夠2個鐘。跟住 Tiffany 你問 EOA 嗰部機寄順豐可唔可以附上說明書？啱啱同比比姐姐溝通咗啦，因為咧有啲粉絲已經攞咗部機啦，咁我哋嚟緊會俾個電子版大家。所有嘅說明書我哋會電子版 send 俾大家啊。跟住有粉絲問個面霜立唔立頭先？唔立嘅，係啦，完全唔立。佢面霜就係骨膠原喺個基底，跟住就用咗肉毒桿菌，係啦。跟住阿 Sa 你如果買錯咗嗰個，你取消咗唔啱嗰支先，你買翻啱嗰支，同時會幫你取消翻錯咗嗰個訂單噶啦。千祈唔好洗面，係啦，唔好浪費咗佢。好，嚟講一次關鍵字，靚女洗面。呢個洗面係 N1 98蚊福利標，98蚊。跟住高濃度50% 骨膠原 booster 我嚟做肌用嘅 S1 都係98蚊啫，係啦。跟住呢個係呢個88% 高濃度骨膠原噴霧，一支係 B1 138蚊，兩支係 B2 258蚊，咁嘅萬物皆可噴啊！記得呢支萬物皆可噴啊 ！Kelly 乜問題都噴得噶 ，Kelly 嗱 Kelly 而家塊面用緊嗰個，佢連嘴仔都幫埋線面膜，佢呢個埋線面膜咧，嗱一盒咧就係 C1 係218蚊。咁嗱，3盒裝係 C2 598蚊，圍到係199一盒，但係最抵一定係買 C3 噶啦 ，C3 888蚊，圍到177蚊一盒啊！呢個係俾極度鬆弛皮膚，呢個緊緻面啊，全面緊緻，連埋全面填充啊，佢叫填充啊，唔係緊緻。提升緊緻提升，唔係啊，佢可以用到咧填充用噶，可以用到鼻仔嗰款咧，做埋鼻仔嗰個提升嗰款咧係 D1啊。跟住咧，填充啊，佢係用法令紋啊，佢啱啱同我翻譯係，佢話應該叫填充，唔應該叫提拉。係啦，嗱，填充呢一款咧，關鍵字係 D1啊，面膜5片裝嘅。咁如果咧你係想要眼仔提升嗰款咧，就係 E1 118蚊，即係眼仔提升嗰款。嗱，而家 D1、E1 同埋 F 系列咧，都係買3件以上，每件可以減10蚊㗎。我而家介紹埋 F 系列俾大家。嗱 ，F 系列咧就係有呢個積雪草嘅面膜，就係 F1，跟住之後咧佢咧仲有一個咧係骨膠原嘅F2係咩啊？F2係金色嗰個係水光肌啊！哦，水光肌係 F2。水光肌骨膠原面膜啊，幫你啲皮膚咧變翻，譬如你好鞋濕濕嘅，好多暗粒嘅，佢幫你去變翻水潤同埋軟熟啊。係啦，跟住 F3 嗰款咧。係咪美白啊？美白淡斑美白，跟住F3就係淡斑美白，128蚊一盒5片嘅，咁係 D 嘅系列、E 嘅系列同埋 F 系列都係3件以上，可以每件減10蚊。呢兩個係朋友，佢個套裝係 U1。嗱，呢兩個係朋友美白凍乾粉3層嗰個換膚安瓶55ml，再加呢個美白凍乾粉。咁
咁如果佢組合個 set 咧就叫 U1，咁如果你散開買咧，安瓶就係 L1 188蚊，咁凍乾粉一支裝係 P1 158蚊，兩支裝係 P2 298蚊啊。咁有粉絲話點解俾錢嘅時候冇減到10蚊？訂單留言俾我哋，可能個系統3盒一齊啊，記得要。如果減唔到嘅話，你再訂單問題同時幫你跟啊。嗱，呢個係防曬精華啊，大家。嗱，防曬精華咧有粒粒嗰款咧就係有色嘅，冇粒粒嗰款咧就係透明嘅，亮膚嘅。你改咗關鍵字唔記得咗？改咗個關鍵字，完全唔記得。佢變咗做一齊，因為冇問題，等我嚟。好，防曬亮膚。嚟 R1 係有色嘅啦，嗱大家可以睇睇啦，嗱 R1呢一款咧就係有粒粒呢款，嗱有粒粒呢一款 R1，佢係防曬精華嚟嘅，佢可以調色嘅，自動追翻你個膚色嘅呢一款係，另外一款咧就係亮膚冇色嘅。佢哋兩支咧都係防曬精華，跟住佢個防曬度係50嘅去到，跟住同埋 PA3個加啊，日常使用絕對足夠噶啦呢一款 R1同 R2啊。跟住埋線 treatment 咁係一套啊 ，V1 係一套 ，V1就係分別有一支安瓶再加8個星期嘅埋線啊，8星期嘅療程嚟噶啦呢度。咁如果淨係買埋線安瓶。淨係要呢個埋線安瓶咧，就係 I1 218蚊啊！跟住呢個最後一個產品啦，係啦，棉片小心。棉片嗱，呢個棉片入邊含有260ml 精華噶啦，佢呢個棉片，一罐有56片 ，K1 178蚊，178蚊啊！頓頓 Kelly 最愛 ，sorry，Kelly 最愛 ，Kelly 最愛嘅滾輪面霜，嗱滾輪面霜咧，佢一支咧係有70ml 噶。咁如果你話係正裝連埋滾輪咧，就係 M1 158蚊。如果你係補充裝咧，就係118蚊 M2 啊 M2。面霜補充裝賣晒。我想講面霜嗰支咧，唔止係可以搽面㗎，佢全身都圍都得㗎。加咗單先賣晒。這個他說又沒有啦，賣完啦，又加。好嚟睇下先，紅鮑魚已經失咗效，唔緊要，你買咗先。後退俾你，你見唔見到咧？佢係可以敷埋個嘴仔噶，個嘴唇位啊，個嘴唇位都可以敷埋咧。佢幫你個嘴仔咧都可以個骨膠原啊，補充個骨膠原啊。因為我啱啱喺度諗，敷到咁高嘅，咁佢嘴仔咧都可以幫你去補充翻個骨膠原噶。係啦，買都賺到啊！今場好係咁多啦。好啦，我哋星期一見啦。聽日咧，我哋係會放假嘅，跟住星期放咩假都係同供應商開會啫嘛。聽日係冇直播嘅，但係因為同供應商開會，星期日我哋同供應商睇下傾緊今年嚟緊嘅優惠，俾更加多優惠大家。咁你哋可以得閒同我哋許下願，想做啲咩產品？好啦，就係咁多啦。好啦，拜拜，拜拜。辛苦啦，辛苦啦，撳啦撳啦。